3.3869吗？没搞错。你看一下时间，先看一下时间。对的，没问题。是没走哦。我们现在停机了，还走什么？也没动静哦，我跟你说，是你不看时间，知道吗？我是怕还没动静。我们现在停机了，他怎么可能走？我怕没动静还，知道吗？你插的是原来的电，你不看一下时间，它到底过12点没有？它没过12点，它不会冻结了吗？